大菜系呢，其中又有川菜闻名全世界，响叮当。今天节目就要为大家介绍一间重庆姑娘开的店。当然，重庆姑娘她开的店呢，当然是以川菜为主了，而它主打的是干锅。那到底里面干锅呢，它有哪一些口味呢？走，现在就带大家进去里面瞧瞧喽。内部整体采用粉色系马卡龙色调装潢，从采买物料、规划、设计、装修全由老板娘田婉仪一人亲力亲为完成，坚持让消费者吃到最好的料理。她对水质特别挑剔，蔬菜肉类先以自来水清洗干净，再放入小分子水浸泡30分钟。浸泡在小分子水有什么作用呢？所有的蔬菜和肉类通过小分子水浸泡以后，它的蔬菜的口感会不一样，它吃起来很清脆甘甜。包括我们的肉类也是一样，可以去除我们肉类当中的一些抗生素、激素，还有跟肉类排酸。那我们吃进去的东西是酸性的，我们人的身体也是酸性的，所以说泡过跟不泡过它是有区别的。你也可以品尝一下哦。品尝吗？好啊，那我就吃一小块好了。很清甜哎。那这边是我们用自来水蔬菜的原味，对不对？这当生菜沙拉很好吃哎，对不对？是。好。然后这个是自来水清洗过的，就是没有通过小分子水浸泡过的，你也可以品尝一下。那应该有差很多了。口感完全，你的什么表情？口感完全不一样，那很涩啊，是不一样，对不对？对呀，差很多啊。所以说，我们的蔬菜跟肉类全部都要浸泡30分钟以上，才会拿给客人使用作为烹饪。好，所以这是你们在料理之前的一个特点，就对，跟别人是不一样的。是的。所谓民以食为天，食以水为先，就是这道理。经过小分子水的高丽菜，像似变了魔法般，充满灵性。在我前面呢，有2个小火锅，然后有3个干锅，有5道小炒。那这一些东西它有什么样的特色呢？这都是川菜的料理代表作。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老板娘，也就是田婉仪田小姐呢，来为我们做介绍。婉仪你好。主持人好。是，那要不要跟观众朋友打招呼呢？观众朋友大家好。是，好。那看到这些东西啊，我想我们知道重庆人他是非常的喜欢吃火锅，所以在中国啊，重庆可以说是火锅之都啊。那你本身是重庆人嘛，对不对？是的。所以你对火锅应该是非常的了解。那你是不是要先从这道重庆人最喜欢吃的麻辣的火锅来介绍起？那今天首先我为主持人介绍以及观众朋友介绍的第一道菜是我们的麻辣小火锅。是。那我是重庆人，我们从小就吃麻辣长大的，而且我是一个吃货，地道的吃货。这样的啊。所以说我很爱吃，也很爱做美食。是。所以我对美食非常的用心。那第一道菜我为主持人介绍的就是我们的麻辣小火锅。那我们麻辣小火锅它的汤头非常甘甜，你可以喝到麻辣的味道跟回甘的味道，而且我们的里面的菜品是非常丰富的，因为我们的单价的话是大众化的，但是我们的品质是高品质的。听你这么说，我真的要品尝看看。不过在这边我要顺便请教你哦，就是说像你说你们这是重庆的辣，它是麻辣，那重庆的麻辣以川菜来讲，它有什么样的特色？川菜的重庆的麻辣是重庆的特点是麻辣鲜香浓。是。那成都四川那边的话就是辣鲜香浓，就是少了一个麻。少了一个麻字就差很多了哈。来闻，品尝看看我不一样。这个我喜欢哎，有辣。我个人是蛮喜欢吃辣的，如果长期有在收看我们电视的朋友就知道，我非常喜欢吃辣。所以你的辣度上来讲，是不是应该有分啊？
对，我们有微辣、小辣、中辣、大辣，是，就是根据客人的口味，我们可以给他做调整。哦，这样子啊。我觉得有很多台湾的朋友，他不是那么喜欢吃辣，对不对？像有的一听到一点小辣就受不了这样子，有的他就非常喜欢吃辣，那真的是很不一样哦。对，然后真的是便宜绣个短袜，味道呢是真的，在我跟市面上我吃到是不一样的，因为是他自己从大陆带过来的东西嘛，对不对？好，那接下来这一锅呢？我们这一锅是我们的泡菜小火锅。可是泡菜小火锅市面上很多啊，那你为什么要特别推出你的泡菜小火锅？有什么不一样？因为我本身也喜欢吃泡菜，是。那台湾人，我想他也喜欢吃泡菜，因为我看到很多料理里面都会有泡菜，或者小菜也会有一个泡菜。那我就把我们的汤头、我们的调味料，然后跟小火锅作为一个结合。但是吃我们泡菜小火锅的时候，喝我们的汤头，感觉就是跟其他的味道也是有不同的。你可以喝喝看。是，真的喝那个汤哦，你才能够去了解说这个火锅到底好不好。是，对，他们的汤口是真的非常的重要。它甘甜柔，就喝进嘴里是回甘加上柔的那种感觉，顺的。它跟外面真的不一样哎。可以吃一下这个泡菜吗？可以啊。哎，真的哎，它不是像外面的那种泡菜锅是很呛辣。然后很酸的那一种，不是，它是有点清新的、清香的味道，没有那么浓。对，而且它吃完之后真的是回甘呐。对，这锅泡菜我个人喜欢，因为如果喜欢吃泡菜锅的朋友，我觉得你可以品尝看看，真的跟一般的外面的泡菜锅是不一样的。这个我个人真的是这么的觉得，我衷心的觉得啦。那接下来是这3样干锅，那这样3样干锅，我想先请教老板娘，就是说啊，你怎么会想说要把干锅引进到台南？虽然我在台南是有看到一些干锅啦，但是数量并不是非常的多。你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要把它引进？因为我做这个干锅的时候，我的想法是，干锅它的菜品很多，就是很多菜品可以让我们挑选，然后把所有的菜品融合在一起，让我们营养可以搭配丰富，再加上我们的麻辣独特的麻辣的口味，所以说它的味道很香。那这一道干锅呢，它是麻辣的，我们总共分3种口味，是麻辣的，然后9层塔的，这个是我们的孜然的。是，首先我为主持人介绍我们麻辣的干锅。好的。我们麻辣的干锅，它就是麻辣香。那你可以尝尝我们的这个鸡肉的。尝尝鸡肉吗？对，鸡肉。好啊。还有我们里面的菜品。哇，这鸡肉看起来好像很好吃的样子。它里面的那个肉很嫩哎。是。因为我们有前期作业的时候有特别的去处理过它，所以说它很 Q 很嫩，不会柴的。接下来为我们介绍的是哪一个部分？这个吗？是。这是9层塔耶，对不对？你怎么想说要用9层塔？你知道台湾人呢，加一个甘手给最喜欢搭配的就是9层塔。那非常跟9层塔相融合的话，你可以吃到麻辣鲜香。然后9层塔的味道跟肥肠的味道，这个融合，你刚刚吃完麻辣的，然后鸡肉的，再吃肥肠的，这2个口感是完全不一样的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对。那当然，你这么讲我没有吃，好像很对不起我自己。你看我真的要吃，所以肥肠可以9层塔跟肥肠搭配一起吃，一定要搭配一起吃这样子。好。而且我们肥肠里面还有香葱，所以呢，你可以吃到9层塔的味道、香葱的味道，还有肥肠本身的味道。这个9层塔我真的好喜欢吃哦，这个9层塔真的好吃哦，我超喜欢吃9层塔的。然后在这个，这个味道我跟你讲很浓郁，是，而且我会想到的是新疆羊肉，对，所以它是孜然的口感。是，可是你是重庆人，你是吃川菜呀，你怎么想说要用这个孜然呢？
因为本身我们吃烤串的时候就是孜然羊肉串，对这个很好吃。对，但是我一直很怀念的这个味道。我们在大陆就常常吃烤羊肉串，孜然味的。是那在这边的话，就把它作为干锅、香锅来做料理，对对，孜然跟我们的麻辣相结合。那我们里面的肉也是羊肉，肉是羊肉，对。然后你可以尝尝我们的孜然的，它是麻辣的味道。哦，孜然，所以你都会把它加一些辣味进去就对了。对。哇，这真的，我今天跑这家餐厅，我跑对了。孜然味就是这个味道哦，怀念。真的。孜然味比较浓重，很香，但是它跟九层塔的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就孜然的味道，它又可以压除那个腥味，对不对？然后它本身的味道又非常的浓郁。就是搭配这个羊肉，真的很棒，很巧妙的把它结合在一起，好像在新疆奔放，在草原奔放。那小炒类呢？你要先从哪一道来介绍起？小炒类我隆重推出我们的辣子鸡，它非常特别。它特别之处在于它的香麻，然后不辣，然后肉非常 Q， 你会吃到 QQ 嫩嫩的。是，可是我发现宫保鸡丁它吃起来是有一点怎么讲，就是有一点糖，就是甜的，因为它里面有加糖。里面有加糖。对。可是你们这是没有就对了。对，我们这个是没有的。这肉为什么可以那么嫩啊？就是有浸泡过，然后给它排酸，然后给它按摩，然后让它腌制，然后我们再来料理。这个肉不科学啊，怎么那么嫩啊？对，一般我们吃的肉它是柴柴的，但是我们一点都不柴，很 Q 很嫩，而且可以吃到花椒的味道，还有蒜头的味道，还有姜的鲜味。辣子鸡它的特色就是辣椒要比鸡肉要多。如果说鸡肉比辣椒多的话，是没那么好吃的。对，因为整个的香味它完全的被鸡肉所吸收，因为你的调料太少，主料太少，比如说辣椒太少，花椒太少。然后味道就出不来。不过这道菜真的很让我讶异的是，它跟宫保鸡丁比起来它的肉质是真的非常的嫩我们的鸡肉很畅销，因为非常的让我讶异，是因为肉真的很嫩真的。我要再吃一个。好，那接下来为我们介绍的是哪一道呢？接下来就介绍你面前的这一道，这个酸豆角肉末，它很下饭。对，就是你用它来配饭的话，你原本只想吃1碗饭的，你最后变成吃3碗饭了。对。有的客人点这一道菜的时候，只叫1碗饭，就是叫再来1碗，再来1碗。我跟你讲，这个拌饭、拌面，或者是你讲的胶梅。以及那个馒头，白馒头里面你两这猪皮是，对，都赞，真的。我跟你讲，本来你本来饭吃不下来的这样叫的我讲给别人挖饭，真的，这个真的非常好吃。那接下来这一道呢？这一道看起来三沾白的干干的，好像。这女性朋友接受度高吗？女性朋友接受度还蛮高的。真的她会怀念这个味道，然后在台湾比较少吃到这个味道，而且可能料理出来的有一点偏台味的，但我们不是，因为我们里面采用的是我们的豆瓣酱，这一道就是我们的豆瓣酱，我们用这个来料理的，男性朋友可以。喝饮料，配个小酒，然后聊聊天，然后就可以吃很久。那就等于说是豆瓣酱的一个特点就对了。对，你可以吃到豆瓣的香味。有豆瓣的味道。对，因为这豆瓣酱它是通过时间发酵，然后我们才来做料理。真的跟我在市面上吃到那个导游是不同款的，因为。天平兄那边较咸、较死咸，但是这无同款，因为可能经过老板娘她自己亲手去处理过，所以价格比较死咸，所以那个味道是好的。是难怪你说
接受度还蛮高的。是那这一点我相信啦。就是你可以吃到大陆的味道，对，然后也可以能够接受不会死咸，或者说辣，或者说油，然后你可以尝尝我们的青椒。对啊，哦，真的对于这种五色蔬果非常喜欢。嫩，对，它的肉质很厚，青椒的肉质，对啊因为我们采用的是菜椒，不是那种长长的那种辣椒炒出来的味道就对不一样。老板娘，你要不要考虑就纯粹就炒辣椒、炒青椒就好了？炒青椒，但有的人他喜欢吃豆干。那我们后来可不可以说，老板娘我要特制一个炒青椒就好了？可以啊，你说我不要豆干，我只要青椒，回锅肉不要豆干，只要青椒。这样子哦，那也行。然后就说我要去除什么，我要加什么，你都可以随意加，我们只是把它交换嘛，然后把是豆干换成青椒，或者把青椒换成豆干都可以的。这个就是啊，我没有记错，应该是红油抄手，对不对？对，这是红油抄手。那我想请教哦，这个红油抄手呢，它跟一般的馄饨有什么不一样呢？其实红油抄手跟馄饨没什么区别，它只是它的包法不一样。包法不一样，然后在调料的部分不一样。每一家或者每一个店家，它有它自己独特的味道，对，区别都是不大的。所以你的红油抄手，我相信应该绝对是本味啦，因为你是重庆人，所以应该，你们皮好薄哦，而且它很滑，滑溜滑溜的，它的皮非常滑溜。对，为什么跟我在市面上吃到不一样？这是你自己弄的吗？对，我们的馅是我们自己调制的，我们也是自己手工包的，包括调料的部分也是我们都是自己做的。我好喜欢吃你们的皮哦，很薄，然后很滑，对，然后它的肉又很大一坨，就是肉不会很少。你可以吃到肉的那个肉感很蛮强的。可是那个皮我更喜欢，因为我没有吃过这样的皮，它的皮是真的就是很嫩，而且滑顺，但是它又薄，不是一般外面像有的吃起来是很厚，然后但是它给你的感觉就不是那种非常顺口的那样子，就是一般你在吃起来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可是它的皮我真的非常的喜欢，真的，就是你一不小心就滑到喉咙到肚子去了。对，是没有那么夸张，我还会咀嚼。但是我跟你讲，这个皮真的好吃，皮真的，我个人真的喜欢这个皮，真的。我吃过最好吃的红油抄手的皮就是这个皮，真的，这个我要真的，我个人真的郑重的讲哦。好，那接下来这个呢？这个皮蛋呢？这个皮蛋，奇怪，这样的做法我个人还没有看过呢。这是我们店里的一个创新菜品。创新菜品，你自己研发的？是，台湾人都爱吃皮蛋。哦，对呀，皮蛋豆腐啊。我们在外面吃的都是吃皮蛋豆腐凉拌的，这很好吃啊。我觉得皮蛋跟麻辣的相结合更好，你可以吃到皮蛋的味道，再加上花椒跟辣椒的味道。是，所以你是重口味的对啦，重口味的。好，既然你重口味的来讲看嘛，这个重口味究竟是什么样子哦？还真的挺不一样哎。就是你吃到皮蛋的那个皮蛋味，再加上椒麻的味道跟辣椒的味道，在口齿里留香。还好我没有吃到这个花椒，不然整个舌头就麻掉。对。哦，吃这道的时候真的要特别小心。就是我们在吃这道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个辣椒跟花椒给它剥开，然后再这样子品尝就好了。哦，是这样子。所以你这个都是要先经过油炸的就对了。对，因为我们先经过油炸之后，让它定型固定。如果不过油的话，它是散的一坨的黏的，口感也不好吃。那你可以吃到皮蛋的焦焦的，然后又可以皮蛋里面的汁的味道又可以吃得到。
很特别的口感，真的很不一样。这个菜呢，就是属于比较下酒菜，对不对？所以很多男性朋友，如果你喜欢喝啤酒的话，这种都是属于比较下酒菜的东西。看到前面这一些调味料哦，有干辣椒啦，还有灯笼辣椒这些调味料，是不是老板娘来跟我们介绍一下？首先呢，第一个为你介绍我们眼前的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回锅肉里面的豆瓣酱，对，豆瓣酱，对，它非常香，你闻一下。我闻一下吗？真的很香哎，跟刚才那个味道是有相似的，对，雷同的。这是我们豆瓣酱，对，它是发酵而成的，而且通过长时间发酵而成，然后香味出来，然后我们去炒菜料理它会增加它的香度，就是有豆瓣的香度。是。那我们这个原材料是从大陆过来，坐飞机过来的。是。好，那接下来这个呢？这个味道看起来就是。闻起来很浓呛，别看它小小的粉末，它里面有13种香辛料，13种啊？对，13种香辛料在里面。那我们炒干锅都会用到，就是我们的麻辣香锅都会用到。这是我们麻辣香锅的料理里面的一部分而已，一部分，但是也是不可或缺的。对。好，那接下来这个呢？这个是我们特制的辣椒油，它里面也是有10多种的香辛料在里面。那我们下面的辣椒我们会来炒香锅，上面的红油我们会来做红油炒手，这样子就一举两得了。那这个干辣椒呢，就是炒那个辣子鸡，对不对？对，它是炒辣子鸡的，放在辣子鸡里面的。是，它不辣，但是香。是，对，有那个香的感觉，对，辣椒的香味在里面。是。那我们这一个就是我们的花椒，吃了就是会麻，就对。对，会麻，但是它很香，是特别的香。那我们炒的时候，我们就是把它的那个香味给它爆出来，然后让它在我们的菜里面增加我们菜色椒麻的香味。是。吃到的不是麻，但是是椒麻的香味。那这个就是我们的灯笼椒，对，也是放在我们干锅里面的。我们的香锅部分的调味料就是我们的。里面有13种调味料的香辛料，还有我们特制的油辣椒，然后再加上我们的灯笼椒，这是我们干锅的调味料的部分。那像这个呢？这个油也是我们特制的，我们采用台湾的菜籽油、芥花油，不是普通的那种色拉油，不是的。我们然后再经过我们特制里面放葱，然后还有几种香辛料在里面，然后你可以闻一闻这个味道，它很香。我们煮泡菜小火锅，我们就会滴几滴下去，就是你吃小火锅的味道跟就是有不同之处。它有很香的那种葱香味在里面，对，有葱香味，对，而且我们采用的主料，我们的是芥花油、蔬菜油去做调理的。等于说，反正都是一切以养生健康为主就对了。所以其实东西好吃，其实最主要的是除了它说它本身的一个原物料之外，它的食材还有调味都是非常的重要的。就是可以说是老板娘她是非常的用心在它的所有的料理上，不论是从头到尾啦，或者是从细节的部分。各个方面它都是非常的用心，因为用心做出来的东西的确是可以让人家品尝到不一样的美味、不一样的口感的。所以今天真的是非常感谢老板娘的介绍，谢谢你，谢谢。那如果说呢你不敢吃辣的朋友呢也没有关系，因为这里呢也有不辣的哦，所以不喜欢吃辣的朋友你也可以来品尝哦。无论是小火锅或是干锅类，想吃什么就点什么，完全不用担心吃不完。若是拿不定主意，不知道吃什么，没关系，就让店家帮你荤素搭配，每份也只要120元。辣子鸡起源于重庆，麻辣中透着鲜香，盘子里的干辣椒看上去比鸡块多，麻辣可口，香气四溢，诱人食欲。辣子鸡乍看很简单，做起来却是考验厨师的功力。回锅肉为四川10大经典名菜，口味独特，入口浓香，色泽红亮，肥而不腻，是下饭菜的首选。
红油抄手是四川和重庆的地方特色小吃，酸甜香辣，风味绝佳，俨然成为川菜小吃的代表。由鸭血、豆腐、鱼蛋组成的麻辣三宝，不仅让您吃得过瘾，还物超所值。今天的料理太深得我这吃货的心了，太感谢老板娘的招待，阿里阿多。今天节目呢，为大家介绍了2个小火锅、3个干锅，还有呢就是5道小炒。我个人呢都蛮喜欢的，因为我喜欢吃辣的原因呢。不过说真的啊，我觉得如果不喜欢吃辣的朋友，其实你来到这边哦，应该也会喜欢，因为它的料理的口味其实是虽然说是川菜系，但是呢，因为它有做不辣的，所以在不辣跟辣之间呢，其实大家可以自由做一个选择。那我觉得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它非常的平价，而且它的很多东西、很多料理呢，是真的让你意想不到。真的，我没有发现说有那个鸡肉居然可以嫩到那样的地步哦，这是真的，我第一次吃到那么嫩的鸡肉哦，真的太令我讶异了。我现在对于那个辣子鸡哦，现在我还是没有办法忘记。有没有看到我在节目里面，我一直吃，真的停不下来。那个鸡肉真的太让我出奇讶异了，还有那个红油抄手的那个皮，哦，薄滑，没有吃过。我到现在那个味道我还是记忆犹存，真的非常非常的喜欢。我推荐这2道，那其他的东西呢，我个人都觉得还不错，所以大家来这边试看看。感谢收看《放眼大台南》节目，我是杨文珍，再会。